廣東消防救援總隊係借出咗10輛無人機俾我哋喺呢個滅火救援行動，同埋一啲外骨骼嘅儀器咧，去幫助我哋喺災後嘅火警調查過程，同埋係運送一啲資源咧去翻一啲肇事樓層，或者去將一啲肇事樓層嘅工具咧去移除。咁喺呢兩方面我可以講一講先，就係嗰啲無人機嘅應用咧，因為加大咗力量，我哋本身係有無人機喺香港運用，但係好在有廣東消防總隊額外嘅無人機嘅支援咧，可以令到現場嘅無人機咧達至咧可以幫我哋做監測，現場嘅火勢咧係達至有20多部嘅。咁正就係咁，因為加大咗個無人機隊嘅運用咧，喺我哋監測火場、監測被救者嘅情況咧，可以令個效率咧大大提高。首先就係無人機可以用佢哋嘅熱成像咧，可以睇到我哋整座樓邊個着火位置比較嚴重，我哋去從而去決定我哋嘅滅火策略。第二方面咧就係可以咧幫我哋揾一啲代救者。正就係咁咧，我哋係用到呢啲無人機咧，喺一個個案裏邊咧，可以監測到天台有2個待救嘅人士，我哋咧可以成功咧將呢2個待救人士咧去救護地面。